什么关系呢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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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他干的。东西他干了怎么？啊，不买没了，不会闹了，看到哪？哎，不是买了，不是的，对，不是还，我那苦把沙拉班都可能那个排队呀。但还沙拉都是情况差不多，都不担心你，都不得钱你，侬看那个车站侬还担心的。买没出去送呀，然后买没干嘛？当时这次到现在带到你才能干嘛开门？妈，你干嘛干啥？干嘛摆点去那怎么？我那看俺不是光少开一，侬那到了那位就开。那不当俺不当，给把咱那八车上门八给开的当了是，你买东西哎，来叫当位买不当，怎么啥时到去买叫位买那办了吧？我们不看超市不？那俩是搞个办啥啦？把能按照啥比那款去吃呀的？哦，那现在了，我个啥比那款在当个，我就把钱买了行了。我连说到，马上上来还哦。